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去年有一个案件，是一个澳洲的男子叫做小雷，因为误食到鸟鼠药啊，休克送病院。检警怀疑是甲伊同期的一个姓杨的女子下毒甲偷的，所以姓杨的女子妨用当伤害罪移送法办。目前这个案件还搁咧侦查，结果即摆爆发着案外案。顶个月有一个英国的男子来台湾要找伊失踪的兄哥，叫做大卫。结果，这个大卫竟然就是这个姓杨的女子已经过身的翁婿。伊的翁婿伫1年外前离奇来死亡，而且这个症状甲进前迄个少年真相共，所以无排除嘛是这个姓杨的男子下毒来偷死伊的翁婿。倒伫咧眠床顶，阁小可戏录，伊是澳洲籍的大学生小雷。去年3月，因为食到鸟鼠药啊，有性命危险，即马案情有上新的发展。关键的凶嫌查某人，伊的英国翁嘛中毒死亡。顶个月，一个英国籍的查甫人到台湾来找阿兄大卫，伊讲阿兄带台湾某了后，就住伫台湾，失联1年外，信息拢是阿嫂咧回应，毋是讲阿兄真无闲，忝嘛就是困啊。阿兄这1年外来拢无回信息、回电话，就感觉真奇怪，怀疑是谋杀。当时嘛用罗马拼音提供大嫂的名 YJP， 检警一查才发现，就是涉嫌下鸟鼠药的杨姓被告。因为那个弟弟有来找我知道他哥哥在哪嘛。我说我知不知道你哥在哪？但是杨小姐已经说你哥哥死了，她当下才吓到，因为她其实当时只知道她哥哥失踪。大卫去年1月就出现休克、血流、灵活无正常的镜头，和小雷的症状是真相像。收治医生嘛怀疑伊是食到功效的鸟鼠药啊。大卫身体不舒服，被送来台北市松山区的医院急诊，但还是不幸死亡。医院按照规定通报辖区派出所，但承办的员警没有报警，刑事相验。大卫遗体刑后杨姓被告了后，伊嘛随烧掉，搁找礼仪社配合的医生来开死亡证明，搁要求死因是心脏病。不过大卫去年1月就过身，澳洲的小雷3月就出代志，两个案件搁差无3个月。奇怪是，这个杨姓查某人完全无甲死亡的消息互家属知影，无照规定向英国的政府来通报，甚至搁伫伊厝内找到真侪鸟鼠药的空管仔，用至少有30cc。今嘛搁互发现伊订机票要去英国，造成一个死一个重伤，拢是伫台湾的外国人。杨氏被告嘛，因为安尼，互限制出境出海，检警嘛会继续追查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